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贤爱妈妈。今日要紹介的文章是陳明仁老師的《沿路超找囡仔時》。陳明仁老師有真濟作品，伊寫的文類嘛真濟。我會揀這篇是因為內底有寫到真濟景，不過這篇唔單是寫景色，嘛寫感情。文章的頭起先是寫作者為員林客運落車迄站，用行的要行入去一個莊內，就是伊的故鄉。沿路伊看到的風景，伊想到的代誌。文章的後面是寫伊細漢甲一個查某同學的故事。伊寫伊沿路看到的景致，嘛寫伊細漢時對迄搭的記憶。所以當伊經過碰布寮啊，就寫講伊細漢為學校要轉去厝，會佇遐洗面啉水。伊看到路人已經找無牛車到。會想起英國因會綴佇牛車後面咧抽甘蔗，伊看到市竹啊，會想到佇竹林內底咧落鳥鼠。伊寫講，散車的年代欠肉料油草，較用的暗暝仔時，阮阿叔會用錘啊鬥磨尖的粗暗線節，製造一支六鑽，用電圖的馬底裡燒路，專工去竹林落鳥鼠。鳥鼠目互馬底裡燒着，煞硬去，落鑽就落落，真準。這手工夫應該是爸母留落來的。煞來因就會甲鳥鼠摕轉去煮來食。伊閣寫講肉真甜，其實真濟所在攏有咧食鳥鼠，為歐洲、美洲、非洲到亞洲攏有。不過我看到遮的時陣，嘛驚一條。頭擺知影台灣嘛有人咧食鳥鼠，嘛頭擺聽到落鳥鼠這個詞。作者沿路毋若是想起過去，也着超找，因為伊會記得的，甲伊即馬看到的，無着較相共啊。甚至有的所在變真濟，從因兜嘛翻做莊仔厝。伊寫講，舊互人翻掉，連迄張可能啊嘛早就錯去。可能甲我囡仔時代的記憶，互阿門土空條條，無地找去。伊甲故鄉的景講煞，煞落來就開始講故事啊。因厝後圳溝啊，的另外迄邊住一戶好野人。因兜的細漢查某囝拄啊好甲伊共班，因為這個查某囡仔是農曆3月14過生日，就請伊去。伊才有機會去看到好野人因兜生做啥物款，食啥物好料。伊家己嘛是共迄天生，毋過自細漢就毋捌做過生日。我是對內面寫到的電火真有印象。佇短短的文章內底，就講到3擺電火，因摕電圖目底裡去落鳥鼠。過來就是伊去同學因兜要轉去的時陣。伊的同學舉一支免電圖就會光的手電啊，是毋捌看過。電圖目底裡應該就是電圖燈，也是電照燈。目底裡是日語電池的意思，毋過佇遮應該毋是講電池，
是讲电图顶。电图顶进前节目捌介绍过，台湾日常这本册写电火出现的时阵，嘛有写到电图。电图滴着水，就会有一种气走出来，这个气甲点火就会倒啊。所以嘛有人讲是水火灯，也嘛有人讲是雅士灯。暗时啊顺田也是去拍蜡，拢真好用。结果因兜咧用电图灯，好野人因兜已经咧举手电啊。陈明英老师嘛写着因同学厝邻暗时电火光拍拍，毋过因庄内是无采半支电火条。好野同学甲因兜的电甲光代表现代化甲工业化，是伊细汉时足欣赏的物件。毋过这现代化工业化嘛是后来改变伊故乡面貌的因端。当伊有岁，佮转来食少年的物件，煞因为这变化拢无去啊，变做伊细汉时咧欣赏的是大汉了去怨叹的。两个细汉囡仔故事是为伊甲第一名的奖品换做鉛笔开始，就足精彩的。发生什么代志，我就先莫讲。短短啊，大家会使家己去读。我读到尾啊，想到的第一项是国小3、4年的囡仔，敢就遮有心机。应该是过去的人较早捌代志才对。当然，故事就是故事，有真有假，无的确就要下事实。就像老师讲的，农历3月14过生日迄天。文章写讲，因要转去厝的时阵，天顶有足侪星。要出版的时阵，编辑就甲讲，满月的时阵，天顶是袂有星的。结果伊无去改，伊是要等看讲，敢有读者会发现伊写毋对去。廖水明老师捌学了讲，陈明仁的作品有3项特色。第一项就是伊用的是100%的台语书写，伊对台语的语气、语感特别讲究。第二，陈明仁想要借这个乡土人物来建构伫工业化进程在地文化的价值，希望伫这款价值观内底建立台湾人的自信。第三项就是用小说来替土地记录，伊写一草一木甲家路建筑的演变，伊透过文学来表达咱对土地的疼。这3点本地是咧讲小说，若摕来讲这篇文章嘛足适当的。接下来咱来讲这篇文章写到的二林原斗里德维亚。册写讲陈明仁老师的故乡是原斗里德维亚庄，我到呾才知影是安怎就爱写原斗德维亚，因为中华也阁有另外一个德维亚伫乡田，原斗伫较北边，所以嘛有人叫做丁德维亚，乡田伫西南边，嘛好做下德维亚。二林这个所在交通真无方便。嘛毋是真侪人熟悉，也是会去过的所在。若讲到二林，大家先想到的应该是日本时代1925年发生的二林甘蔗事件。这是上头先的农民组织抗议。二林事件了，才有别位的农民组合甲农民运动。其实二林这个所在，伫荷兰人的记载内底都有写到啊。二林是平埔马武萨族语，后来才用汉语写，台语发音二林。本地是住平埔族人才对。大清时代开始有移民来遮，二林姓洪的特别多，是因为当初讲有一个姓洪甲一个姓萧的好朋友，两个人做伙来台湾开垦，为着要决定送大队。因着逐个人挖一碗沙去称重，较重的人就会当先敬。因为姓萧的头食补，伊伫沙内底搁淋粗盐，所以变较重。伊赢了，伊就经要去带社头，所以社头真侪姓萧的，姓洪的就住伫二林。
这个故事是写伫《二林定志》内底，毋知敢是真诶。德维亚这个所在，就是伫二林元斗庄诶西南边。文章有写着，会叫做德维亚，就是逐户拢有种试德啊。台湾叫做德维亚诶所在袂少，因为若种德维亚围起来，会当遮风，阁会当做围墙啊，互别人较歹入来。德啊，也阁会当做建材，会当做家具，有伊诶经济价值，所以真侪人种德啊。但老师诶文章也阁有写着二林三宝内底一项，二林有对三宝，甜麦就是即马讲诶荞麦、红薏仁甲葡萄。这篇文章内底都有写着葡萄园。作者写伊伫碰葡萄仔边就会看到种葡萄诶一款号做五女莲诶品种，嘛叫做金香。金香葡萄会来到二林，是1970年代公卖局甲葡萄酒诶工厂刷来到南投酒厂，所以就甲南投附近诶农民拍契约收葡萄。二林主要是种金香，后里外部是种乌叶。金香是做白葡萄酒，乌叶是做红葡萄酒。因为公卖局客座，所以收入会较稳定，足侪人种诶。到1997年代，公卖局就无去继续甲因拍契约。毋过遐诶农民嘛会晓家己加工做酒，所以到呾中华诶葡萄酒产量也是台湾第一诶。因也有1848公顷诶葡萄。上尾文章写为车牌仔到德维亚迄条路到底是伫倒位？我看地图看真久，无啥确定。本来有想讲我来去问老师较紧，落尾我无问，因为应当是我家己去找，也嘛留互听友家己去找较趣味。因为文章内底写甲足详细，作者落车会先拄着水墙。刷落来会看到碰葡寮啊，寮仔边就种葡萄。迄阵会号做德维亚，就是有真侪赤德啊。即马是换种麻德啊，较侪。伊嘛写着要入庄内会拄着一条双车路，一条为庄内去，另外一条是沿沟仔墘经过中阿埔。这是真正有即条路，嘛已经有人去找去行过啊。等看中华人、二林人敢较紧找着。我若照遮诶提示去看地图，找着诶毋若是一条，因为我无确定迄带园林客运是走倒一条路。若为北边也是为南边，拢有路会当入去到德维亚庄，因为迄搭水圳、葡萄园、竹林、公墓拢袂少。所以应当实际去看会较清楚，会使去现场甲册内写诶景色对看敢有相共。热若若有用，这会使变做一个活动，大家烧少去二林找看老师写诶路线伫倒位，知影诶人才来甲我讲，甲大家分享。沿路超找囡仔时，是1998年刊伫台文网报32期诶一篇文章。这篇真侪人读过，是台文作品的经典。这篇文章嘛有刊伫无共的所在，毋过大家若是要读，建议去找《爬远的故事》这套册。《爬远的故事》这套有6集，总共有收36篇文章，内底拢是陈明仁老师写伊的故乡、写伊细汉时的作品。沿路超找囡仔时这篇。是收伫第4集《田庄囡仔记事》内底。这套册是特别编做读本，6篇文章有汉罗南写，也嘛有全部汉字，这2种书写系统。大家会使经家己习惯的方式来读。这文章毋是本地就有注解，但老师用的词类有真侪是书店查无的。伫爬远的故事这套册内底有真侪详细注解，
而且也有录音通听。今日真感谢大家收听有关陈明仁老师甲伊的作品有足侪研究甲报道。《沿路憔悴囡仔时》这篇文章伫足侪所在嘛有讨论过，我会甲我知影的资料拢写伫电子报内底，寄互大家。请大家若还未订阅，会记得订阅。大家若是对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来面册也是写批甲我讲。请会记得订阅电子报甲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。伫平台留5粒星，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有EC Pay的链仔。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现代妈妈，大家再会。